看过南投的消息，来看台南指定区公所甲指定区农会为了要行销农特产品甲观光产业，将伫7月7、9，也就是后礼拜6礼拜，要比较办这个白屋节的产业文化活动，现场有真侪山仔相关的产品，甲开放采购的体验。指定区公所和指定区农会会伫7月7、9连续2天伫指定药站举办2022指定白屋节产业文化活动。即摆嘛特别推出酸仔爆米香、酸仔粿酱等等的物件。推出一个公仔，那可以带回家送小朋友当玩具来耍。摆着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摆饰。事件小组是教小朋友去种稻米，认识我们的稻米。那稻米收成之后，我们的一个米，我们做成除了煮饭之外，我们做一个米香。即摆展示的酸仔有爱文、玉文2种，而且因为指定的白屋土所种的酸仔果子嘛较杂精，食起来嘛较 Q。即摆嘛开放游客到果子园来买酸仔，果肉会比较 Q， 比较好吃，比较甘甜。指定区农会嘛真欢迎民众伫白屋节活动迄天来参加活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